E40花園燈係改善夜間照明嘅最佳選擇。當夜晚嚟到，你嘅花園、走廊或者其他戶外空間係咪變到一片漆黑？良好嘅戶外照明唔單止提升安全性，仲可以延長戶外空間嘅使用時間。今日為你介紹 MeLight 嘅 E40花園燈，呢款燈具點樣有效改善夜間可見度？MeLight E40花園燈有咩特色？首先，強大嘅照明效能。MeLight E40花園燈提供60W 同80W 兩種功率規格，分別可以輸出6000流明同8000流明嘅光通量。呢個亮度足以照亮30至到50平方米嘅戶外區域，無論係中型花園定係大型庭院，都可以獲得充足嘅照明效果。第二，優質光源配置。呢款燈具採用高亮度 LED 晶片，確保光源穩定而且均勻。產品提供3000K 暖白光同6500K 冷白光兩種色溫選擇。如果想為花園營造溫馨舒適嘅氛圍，可以選擇3000K。如果需要清晰明亮嘅照明效果，例如停車場或者工作區域，可以選擇6500K。第三，安裝簡單方便。呢款燈具配備 E27同 E40兩種標準燈頭規格，唔需要更改電腦系統或者進行複雜嘅安裝工程。簡單嘅螺旋式設計，令升級戶外照明變得輕而易舉。第四，耐用材質設計，採用高品質鋁合金配搭阻燃素件製造，鋁合金外殼堅固耐用，仲有優異嘅散熱性能。呢款燈具經過防水防塵設計，特別啱香港潮濕多雨嘅氣候環境。即使喺惡劣天氣下都可以穩定運作。MeLight E40花園燈結合高亮度、節能環保同耐用設計，係改善戶外照明嘅理想方案。無論係住宅花園、商業空間定係公共區域，呢款 E40花園燈都能夠明顯提升夜間可見度，令你嘅戶外空間更加安全、更加舒適。想升級你嘅戶外照明，立即聯絡MeLight精緻照明，了解更多 E40花園燈方案。